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31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经济部宣布，讲明仔载开始，中央配给便利商店的脆餡计销一个统一6块，同款一人一摆，限定买3袋。网络顶头武汉肺炎的计销是真多，刑事局已经查到民众放谣言，嘛提醒这款行为相当的罚款300万。寒流来到地，婚姻关的农民、各沿海者、养殖业者，嘛赶紧来加强餐饮保温的设施。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猛。中华关餐中者有一间生产脆餡工厂，本地有分号码牌啊，互来排列的民众照轮办买。不过，当政府已经宣布，医疗用途的含外科手术的脆餡，统一拢要对中央调度。这间厂商早起嘛出来说明讲，过来因遐敢若发度销一寡医疗用途以外的项目，因嘛会配合政策，另外佫增加6条生产线啦。工厂大门锁起来，门口打出大大的广告，表示配合政府征收调度的政策，医疗用的口餡停止对外贩售。不过，有民众想要来买看卖啊。没有卖小朋友的，我卖小朋友的呢。我去超商买，他说没有卖小朋友的。那里买不到啊，因为我们只剩下几个而已啊，没办法啊。中华电中口餡工厂这几工仔建来赶工，过年初2开始加班，而伫原定上要开馆的关公工厂，嘛临时喊停，也才出面说明，表示为今日开始到2月15号，政府专属的征用一般医疗及外科手术的口餡，一般通路只使买到非医疗品项。依照政府的规定包起来等待他们来装运配销到各通路或者是医疗院所。厂方表示，原定逐工6条生产线转开，会使生产40万片，加上新增的6条生产线，会使达到1工8万片。而另外一间为伫中华大厂，嘛伫过年时调回员工加班来生产5工，拢总产出67万片，平民医疗口餡。开工了后，生产线转开，会使逐工生产60万片。我们昨天在开工的时候有出1次的货，那目前在市面上面应该还有一些通路有一些库存，所以民众还是可以针对这些库存，在我们各个通路上面还是可以买得到口罩。业者表示，目前是提供互医疗院所为主，虽然已经提升产能，不过需求量还是真大。目前嘛配合政府的政策，预算1个月了后，渐渐使达到供需平衡，民众免伤过烦恼。记者中华采访报道。脆餡烧钱买无食有影的烦恼。当经济部就宣布讲，明仔载开始，中央配给到便利商店的脆餡计销一个统一6块，同款一人一摆限定买3袋。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伫咧 Facebook 提醒讲，若有人调故意囤货也计销价，这是牵涉到刑法，相当会当处分3年的有期徒，连带阁罚金30万。武汉肺炎的疫情有警报，民众惊讲买无脆餡，30正侪超商甲药房，无到中昼就大供国光拢卖完啊。维康信义那些都没有，对吧？他们都是贴一张什么售罄，所以很夸张。下个礼拜如果物流渐于稳定的话，我们供货就会比较稳，不会再限制说1人只要1包这样。在过年期间，物流厂商等人力成本拢比普通时较悬，所以脆餡的计销较贵。即马假期结束，30慢慢恢复。行政院邀集卫福部甲经济部讨论，并且伫30案调集业者统计计销，宣布自2月初1开始，脆餡计销自8块降到6块，不过也是限制1个人买3个。由政府统一增购。例如增购400万片，目前我们每日的产量，尤其在今天也正式的开工，上看每日可以生产到400万到420万片。那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日产600万片，甚至更高。政府统计订购脆餡的政策将会暂时维持到2月10号为止，每工订购差不多400万个，来疏解脆餡抢买的情形，确保国内供需无问题。另外，针对国内脆餡的出口管制，财政部讲也是1个人上最5盒，就是1人最高就是5盒为限，可以携带出境。但是随着疫情的一个发展以及国内的产能的供需，我们会做滚动式的一个检讨。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咧 FB 提醒，
若是恶意敦会提管介绍，会违反刑法，上悬会当处3年有期徒刑，并可罚金30万。政府部门的严格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总增加第9个诊断确定的患者，这个富人人可能是去互正月12按武汉倒转来翁婿倒着，因翁婿因为也无发烧，才会无去互人通报爱验病毒。专家打着讲，这个翁婿当若验有病毒也是抗体，就是家庭内伫咧烧话，万不利若验无者，富人人感染的源头就正好去查，安尼生台湾社区内感染的风险，就是搁再加悬了。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升温，国内个新增加第9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名确诊个案女性，好亲像是被加扫流鼻水冻成感冒的轻症翁婿所传染。有专家烦恼，有部分武汉肺炎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带源者，其实也有传染力。建议采验第9例确诊病例先生，假使验到病毒或者是抗体，就代表目前台湾已完属于家庭传染。不过假使验无，代表无法度确诊感染源是为倒位来，未来发生社区感染的风险就会提高。我们怕他从别的地方，比如说粪便啊，或者其他的地方还有病毒存在。因为他现在没有病毒，是代表他的血液跟呼吸道没有病毒。那以前的冠状病毒有时候会在粪便还存在。另外一派专家是认为，国内依然是伫流感高峰期，除了出现发烧和咳流感以外，建议有上呼吸道症状的人也应该全面开放提供咳流感。若是症状改善，就是流感，就此应分别武汉肺炎的患者。把克流感当成防疫物资，上呼吸道感染的全部给克流感。那么这些再来的病人就再去抽那个冠状病毒的检验就好。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六州新型冠状病毒通报个案有730人，其中有9人确诊病例，也有239人正隔离检验当中。这9名确诊个案病况稳定，而且第一例确诊病人的痰液已经验未到新型冠状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咱也和观众朋友做伙关心武汉肺炎患者的人数，目前上届新的统计，中国这边按起来到下晡2点，诊断确定的人数有9722个，不幸过往的有213个。台湾这边面目前已经有9个诊断确定的病例，亚洲这个国家泰国14个病例上届多，日本和新加坡也已经拢有13个，香港也有12个患者。那澳洲诊断确定有9个，马来西亚8个，韩国7个。西洋国家迄方面，美国和法国拢有6个案例，加拿大也已经有3个患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当宣布讲，已经要将武汉肺炎认定做国际上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嘛强调讲，这毋是讲无信任中国，目前嘛也无要建议世界各国尽量都要限制家己的国民袂使过去中国遐旅游也是贸易。中国的外交部当回应讲，关于控制疫情，因依然是真有信心。在连续开紧急会议了，世界卫生组织总统伫咧日内瓦时间30宣布武汉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I'm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over the global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bu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这是 WHO 史上第6遍宣布公卫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讲，在过去几礼拜发生前所未有的疫情，担心疫情会拖到欠缺公卫系统的国家。杨古也强调，相信中国的防疫能力，无建议对中国发出旅游或者是贸易限制。Let me be clea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in China. On the contrary, WHO continues to have a confidence in China's capacity to control the outbreak. 中国外交部是回应，有信心会当拍赢这场防疫战。而根据中国通报的资料，死亡人数增加到213人。而美国伫咧当地时间30也出现第6件病例，也是第一件本土病例。南韩31新增加1例，确诊病例到7例。
伫咧欧洲的部分，德国出现第5例，法国是确诊第6例。Nous avons appris aujourd'hui un 6e cas. Il s'agit d'un médecin libéral qui a été contact d'un cas confirmé ensuite en Asie. 另外，伫意大利当地时间3日宣布，罗马出现2例，2个人拢是来自武汉的中国旅客。早前进前有一台邮轮，因为船顶一对澳门的翁某出现疑似感染的镜头，包括船员甲乘客在内7000人被禁止上岸。验估伫检验报告出来了，已经排除感染，乘客已经会当落船上岸。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当时宣布讲，因国内已经发生头一站武汉肺炎人喂人的案例。意大利、以色列这些国家嘛宣布飞中国的飞机班，目前拢要暂时冻点。个另外，南韩头一只驶去武汉，将侨胞载回去国内专机已经平安到地。飞机顶迄367个南韩的国民，嘛拢着要隔开观察2礼拜。武汉肺炎疫情伫国际继续在传，美国卫生官员30宣布确诊的第6个病例，嘛是头一件美国本土人传人的确诊案例。The second case is a Chicago man and is the husband of the first confirmed case in Illinois. This second case did not travel to China, making this the first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就算美国国务院30暗时，甲去中国的旅游警示提升到上悬的第4级，呼吁美国国民唔通去。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共款对国人信心化话，讲中美双方甲各国政府合作亲密咧控制疫情。We think we have it very well under control. We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at this moment, 5, and those people are all recuperating successfully. 意大利总理孔蒂亲身宣布，近来2个中国游客确诊武汉肺炎，为了要因应疫情，会暂停所有往回中国甲意大利的航班。以色列嘛宣布禁止所有对中国来的航班。法国航空公司是暂停2月初9往回中国的航班。Air France suspend ses dessertes à destination de Shanghai et Pékin à compter de demain, et ce jusqu'au 9 février. Nous avions fait cette demande depuis plusieurs jours. 另外一方面，南韩一只对武汉撤侨的班机，初5到金浦机场，飞机顶载367个南韩公民，会对因隔离上少2礼拜进行观察，来排除发病镜头。武汉肺炎的疫情哪来哪严重，南美洲的国家秘鲁甲智利嘛唔敢放冷。就算讲2国还未传出确诊的案例，但是会陆续采取预防措施，包括伫各大口岸对旅客检疫，甲加强宣导标语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在网络顶头关系武汉肺炎的假消息是赢飞。刑事警察局讲已经查到2个民众，写讲有某一间病院的患者诊断确定，不过这确实是无影，发布谣言，因会依法上班。新德关网友写讲有感染武汉肺炎的患者按病院逃走出去，地检署当时出面澄清，佮讲散布这款假消息是刑事案件，相当会当罚到300万。武汉肺炎疫情哪来哪严重？正是有民众伫那个群组甲各大社群平台散布病院因为受武汉肺炎的感染病例已经封院的假消息。刑事局查出住伫台北市的47岁查甫人，甲另外一个查某人涉嫌伫面册打这寡不实的信息，通知2个人到案说明了后，以传染病防治法移送检方侦办。他散布不实消息在其他管道，致引发社会的恐慌全案在讯后依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移送检方侦办。呼吁全国的民众对于接获不实的讯息，切勿转传、转发或散布。那对于接获不实的讯息，可以利用疾管署的各个查证管道来加以查证。全台各地拢陆续传出有人散布假信息。其中伫新德县的部分，嘛有人伫面册顶悬公开讲，有感染者对病院落跑的假消息，病院强调对假信息一定会提告。新德地检署嘛随由专案检察官指挥警方全力侦办。向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及台大医院竹东分院确认后，证实并无此事，确认是假讯息。提醒民众散布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会当罚300万以下的罚金。属于刑事案件，请民众唔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昨因为武汉肺炎影响，台湾的股票市场开春煞跌要700点。早起财政部苏建宁部长未开盘就先出来发声，讲咱台湾的股票基本面是真好，投资人唔免过头惊吓。
加在早起开盘指数就称悬，虽然中站咧起的速度有较迟，买手嘛是有留啊去73点，收盘是11495点。台股新春开红盘失利，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正做重灾区，波量重盘696.97点，创下台股史上上大落点，市值消失2.1兆。就惊台股报未煞，以早财政部长苏建荣伫台股开盘进行信心发挥，呼吁国内投资人对台股要有信心。如果股市有失序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报警院呢来召开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临时的会议这个经济金融情况做出判断，也预请国人能够放心，不必恐慌。部长信心发挥了后，台股马上回神，一早开盘。11494点开出，指数加悬，盘中上悬一度起到11500点，不过外资卖压震动，随后指数开始整理修正，出现开悬走低震动整理，不过也是维持红盘，成交量破千亿。不过大部分散户认为，只要武汉肺炎疫情无控制掉咧，对台股依然无信心。钱是自己的，也不要摸了，静观其变。真的很恐怖，没办法去控制，那就有可能会跌破到1万点。国安基金可能是在好股票跌稍微买，它不可能去就是让它止跌拉上来嘛。证券分析师强调，台股反弹力度强弱，甲武汉肺炎疫情是不是控制掉咧真有关系。因为疫情若是失控，恐惊台股会面临另外一波震荡的卖压。新增的病例数，如果说一直在增加，而且速度已经没有减缓的话，那盘势可能还会往下做一些修正。台湾不少电子大厂伫中国设厂，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甲即卖依然面临停工的状态。按算2月7日全面复工，不过就惊疫情继续烧，开工的时程恐惊会搁延后。台股表现恐惊也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观光游览的产业嘛大受影响。交通部昨发表讲，会补贴旅行社无在调出团才会损失，阁有提供贷款，嘛会研究落去立法，比较SARS期间同款，尽量减割税金。一目过一目，各疆拢总有5条方案，望要尽量协助旅游的业者度过这站小月。自武汉肺炎发生以来，各地风景区的游客量就半1、2成。真侪观光业者反映讲，进前已经先贴的相关费用暂时拢贴袂大，若是疫情一直继续落去，恐惊有40到50间专门伫咧接旅客团的旅行社经营上会有困难。有一些旅游业者他就反映因为一个晚上的随便的一个住宿费用，可能一个晚上就是要3万块。那如果说进来是8天7晚，那就大概是要56万了。你10团来讲的话呢，这个数字就太可怕。交通部30提出5大纾困方案，包括补贴旅行社无法度出团的损失，成立纾困贷款专案，评估立法比照30期间减收税收，也个协调航空公司配合退票或者是点员，加补助无薪假员工备份费用。业者讲虽然有帮助，不过也是无法度当久。如果说有对于税的减免低消税减免，其实对我们是一种帮助，但是其实以长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武汉这个肺炎这个问题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其实势必会影响更大。那除了我们有配合部分的 OTA 的订房网站可以免费取消，或者是延后订房这个部分的话，政府有这个专案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疫情唔知当时才会结束，损失也无法度估计。除了专门接旅客旅行业受影响，各旅市场也有其他国际观光也受影响。交通部宣布，除了继续暂停接旅客团以外，旅行业出团到中国的禁令也延长到2月底。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当嘛已经要求行政院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变化，研究对抗这款病症特别立法，阁有安排专用的特别预算的工作。台北做过卫生署长的杨志良教授嘛出面肯定，佮讲应当就要比较 SARS 迄阵期间同款，先骗50亿，预防疫情继续压悬。但行政院嘛说明讲，会看这2天情势安怎变化，才来赶紧拍算。我请行政院视疫情的变化和需要，研判特别法跟特别预算的必要性，预为规划，
以备不时之需。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拖，1月30日总统蔡英文第2届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强调会议特别法也有特别预算，强化防疫的工作。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也表示认同，认为提早甲预算编列好势，才有在调预防疫情的高峰期。不要等到发生了重大的疫情，再来临时编预算。那我觉得先编是对的，那我觉得先编个50亿也就足够了。那么等到疫情有变化，那再来。台湾设特别预算并不是头一摆，10月当前爆发 SARS 的时阵特别设置特别条例，不过过程不是真顺利。敢若预算的规模甲条例内容，伫互立法院调野党团回未煞。虽然伫咧疫情拖升的最后1个月有定出条例，总金额500亿预算加疫情控制条例，不过也去互批评反应上过慢。这回是不是提早建议防疫的特别条例？行政院表示，得爱看疫情发展的状况来决定。那我们大概这1-2天还会再仔细的评估。那如果有必要，就会尽快的研拟。如果有这个条例，那这个条例的内容，还有预算的来源，都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讨论。行政院一定会做最审慎的评估。有 SARS 的经历，这届每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也考验执政者危机处理的能力。民众也要有智觉，做伙度过疫情的危急期。记者阿敏进场随台北报道。政治说分明，咱先来讲早起国民党号召下一届立法委员办座谈会，现场嘛决议推选罗树宝甲杨庆英2个参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啊，党团的总召集人这块是郑丽文和林维洲，拢有表明要争取。尾酒是林维洲当选。另外，党主席的选举这边，捌做过立委的高玉生，早起嘛代表郝龙斌去领表，伊佫讲郝龙斌是勇敢承担。立法院新会期2月1日开始，国民党早起举行新科立委座谈会，推选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决定由赖世宝甲杨琼英挑战民进党的昆昌佩。同时，党团干部选举是甲以早东亚竞选的模式无共款，第2轮临时投入咧参选，甲林维洲争取党团总调，最后是由林维洲来当选。团结不是和稀泥呀，就像我们选党团干部一样。就是不要再给外界觉得说，好像每次都要瞧好了以后，然后就由谁来担任。你会觉得他是代表好市长来参加这个总召选举吗？我这个部分我倒不那么确定了哈。我不管他代表谁，他代表他自己就有权利参选。红看这是郝龙斌阵营第2轮对决真济的中心代立委支持的林维洲，国民党党鞭之争，外界认为有党主席初选的意思。伫蒋启程完成领表了后，再去吴玉生嘛代表郝龙斌来领表，已经关心投票率甲相关的规定，各为郝龙斌抱不平，认为年会不是问题，相信支持郝龙斌的是各种力量，无依赖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如果今天这个党主席的补选只有江启程委员一个人的话，那我认为这不叫竞争，这也不叫世代接班，这变成国民党大家都不敢勇于承担，没有人出来争取党主席的角色。我希望他是能够广纳百川，听取不同意见，但是最后透过一个由下而上的一个决策的方式来寻找我们内部的最大共识。成功连任立委的蒋启程会利用座谈会为家己扭票，伊嘛规划会陆续拜访过去的党主席甲党内执政的各县市首长，寻求各方建议甲支持。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来讲新北市民仰望真久，惊拍箍的捷运宽纵线，下晡2点头一阶段正式通车，包含蔡英文总统、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还有台北市郭文特市长甲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早起拢有去出席通车的典礼。那么将来这种转来转去的辛苦都会变成历史了啊。那么所以环状线的第1阶段的通车可以说是新北市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那刚才侯市长也提到这个最刚开始还是在于苏县长是台北县长的时候，他就致力于规划我们的环状线哈。那后来我们的几位市长哈跟县长哈陆续接棒，跟台北市的几位市长共同的合作，在中央地方全力的这个合作之下哈，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第1段的成果。
这轮环状线头一阶段拢总有设14站，更过新北市新店、中和、邦桥和新庄这4区。初期民众若要出入这个所在，捷运唔免坐入去台北市才阁盘，有影是大大减少通勤的时间。捷运环状线免费开放1月1日、3月初1才着要扣车资。阁有配合今仔日的通车，机场捷运新北产业园区站嘛同时间开办出国大型店家寄行李、办理登记手续的新服务。咱过来讲，台北市打上林的劳动局长陈信如，英国反对同性恋立场是真鲜明。昨嘛有真侪团体出面咧甲伊批评，不过今仔日有几项的工会专工按高雄来，甲陈局长献花。阁有老伊伫咧高雄做市议员的时，对劳工是真关心。陈信如本身嘛讲，伊当已经是政务官，决定会依法行政，照顾劳工的一视同仁，袂轻分。陈局长加油！陈局长加油！工会早就标赴到台北市劳动局，为新任局长陈信如加油，也个送伊结束会。我们的工会，今天南北大串联，所有几乎工会都已经出来了。因为我们前议员，他的选区是在劳工，前阵那个人通通是劳工，所以我认为他今天是个劳工的，属于劳工的劳动局局长。但是陈信如伫咧过去做高雄市议员的时阵，反同的立场真明显。也毋过，劳动局同时也兼任局内性平会就业技术评议会顶长一任，所以前一天1月30开工这天，陈信如也和18个民间团体质疑无责任。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全民防疫大作战的重要时刻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焦点赶快 focus 回来这个部分。第二个，其实在时空环境的一些更迭的情况之下，包括我现在的职务也已经换了哈，所以我认为政务官就是秉持依法行政，然后照顾在劳权的这个立场上面，照顾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的质疑。陈信如讲。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伫咧过去一个做高雄市社会局长的时阵，伊就伫咧社会局做机要秘书，尾来也伫高雄市的工务局、都发局做秘书，强调家己是来自劳工家庭，会照顾所有劳工，袂大细目。也毋过，台北市劳工局的前局长赖香玲，北互网友形容是全台湾唯一的劳动局长，怎么被接这个位，是毋是压力真大？陈信如讲，会得到前局长的脚步行。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猛，文化部已经宣布，当年2月举办的台北国际书展，这届按到5月才搁办。不过以红阿珠艋舺当作主题的台北动漫节这个展览，依然是照常举办。主办单位嘛要求民众要入场就要先磅体温、除酒精、烧手盘。现场家看起来量约嘛已经有9成人，喙暗拢已经有挂起来了。配合工作人员量下头的温度，无超过37.5度，双手搁喷酒精消毒，才会当进场。春节年后的头一场大型室内活动——台北动漫节，31如期展开。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升温，现场高社民众拢自动挂喙暗，不过也有民众无咧惊。因为疫情没差吧，对动漫的热爱超过那疫情的。不会的，我们爱动漫的心绝对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来。500个单位大约有65间的厂商全面戒备，有厂商规定工作人员一定爱挂手套，入去单位进前也爱过量1摆下头的温度，并且进行人数的管制，都是希望防护做到真周全。动漫节通常都会人潮很多，所以我们的摊位也会进行人数管制，就是会希望不要太长时间，然后太多人聚集在里面。主办单位表示，动漫节其实早伫年前就已经布定完成。以台湾疫情来讲，大型室内活动依然会当照常举行。虽然因为疫情有两位国外老师甲2间厂商取消参展，不过若讲有来参展的表演者也是老师，会强制要求一定要挂喙暗、无握手，并且甲民众保持距离。我们只要进入我们的 AB 舞台，不管任何活动，他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是强制的哈。戴口罩，刚才有讲过了，额温枪37度就不能进来。还有就是我们会跟老师跟消费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当年大约有30万人次参观的动漫节，无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来压缩动漫卖的热情。不少人是满载而归，刷落来台北国际电玩展也将伫2月7日如期举行。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为着要抵挡武汉的肺炎摊开，已经宣布2月11进前，大细间学校的营队补课，佮有定修补课，甲幼儿园下课了后，继续留踮学校看顾，才会种种的工课拢要暂停。高雄市的中山大学嘛宣布，开学的时间押后，搁慢1礼拜。另外，嘉义市政府嘛宣布，公立的幼儿园2月初3了后停止上课，佮有澎湖县内各中各校寒假所开的班，2月初10之前嘛拢要停课了。有学生行来学校参加社团，也有家长送囡仔来上安亲班，刷拢予收尾通知，学校寒假辅导活动隆重停止。妈妈、爸爸有在家吗？爸爸有在家，妈妈已经叫爸爸来载。我们是昨天到很晚才知道，只是这样子，我们要临时去找安亲班，很困扰。对啊，其他县市应该没有这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有各自通知，然后就怕说小孩子也不知道，家长也不知道，又白跑一趟。学校向向停止寒假辅导，予家长导老师嘛伫学校门口等，惊到学生走来。高雄捌有武汉肺炎个案无伫厝隔离，教育局决定加强防疫，带头伫1月30按时宣布2月10日进前，各级学校暂停各种教学活动。就是寒假的那个，就是课业辅导，还有就是相关的营队都取消，就是在2月11号之前。不过，对无法度家己带囝的家长，教育局表示，1月30日学校要是通倒带，只是后礼拜1开始就袂当搁予学生来学校。那高雄，嘉义市政府也决定，公立甲各校的幼儿园自2月初3停课，澎湖县内各中各校停止寒假辅导，台南的新营高中甲新国中学嘛停止寒假辅导。高雄的中山大学嘛对下昼宣布，然后1礼拜开学。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东富冈渔港，昨暗发生货船去压着客船的意外事件，就是一只载一批建材要去红头树施工的货船，拄对港口开行的时，距离煞算无好势，船头去驶着边仔一只客船，加载互人弄着这只船，本地就要驶去高雄港年度保养。目前去外岛载旅客船帮的安排是拢无去影响到。3:3011点外，富冈安检所监视器划到对面的码头，这只货轮的船头才拄弄到后壁的白色客轮，就随北区大转向。31透早，安检所就接到报案，货轮怀疑是因为视线无好，驾驶无算好距离，才会一驶船头就弄到客轮，造成客轮的正边破一个大坑。好在这货轮当在准备回收，停伫码头，无影响到旅客私运。但是船员甲渔民讲，富冈港类似船弄船的意外常常发生，拢是因为地方争取得要20年的富冈港扩港计划一直无法度顺利进行。台东县政府表示，中央政府已经开启1月的扩港经费，去年才顺利发包。但是受到风台风影拍歹报刊，甲扩港的沉箱，目前还搁在抢修。预计今年会修理好，181年就会完成第1期，互3只客轮会当同时停伫扩港的码头工程，小偷客轮、货轮甲渔港可以做伙进行。货船应该要覆盖比较安全的。我们渔民都是进出好像不大方便。今年109年去做。那个把城墙安置好之后，才后续的整体的那个扩港计划才会接续着执行。那经费原则上都已经到位了。国家河讲，现阶段要改善富冈港客做伙情形，还佫要协调渔民刷走无使用的渔船，让出一寡船位，才有法度暂时解决港府客做伙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行船走车确实拢得要真斟酌。来讲，桃园市大东路，这是桃园市内无设青阳灯的路段内底事故发生的比例上界悬的所在。去年年尾，桃园市的交通局开始踮遮试办悬架杆，通予驾驶人自动减速的设计。上厝了后，对遮经过的车速平均测降有15%落来，因为效果好，当嘛要推动去市内别所在试办咯。汽车、机车来来去去，车流量非常的大。大东路路面无大，却是桃园市政府通往火车站之间的重要便道，也是全市无号志、肇事率上悬的路段。市府交通局去年12月先伫遮试办实体减速台，也是全国首创。因为远远看过去好像凸起来这样，所以都会减慢速度啊。增加道路上使用的安全其实是还不错啊，就是大家会骑得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边车速蛮快的。交通局表示，当南美国看4米2的实体减速台，其实是减速区的U长改良版，特别将急客急降的减速区改成淡薄仔铺起来黄色减速平台，
除了顾虑骑机车的人的安全，也互驾驶人通过时阵主动降低车速。这个路段31到32的均速，后来经过这减速平台大概8公分的测试之后，平均有降到大概21、23左右，所以降的幅度大概15%。交通局监测发现，大东路自从试办实体检速台，平均行车的速度下降15%，比过去采用警示标志、路面斑字以及会发出噪音的白色减速标线、减速珠啊、减速区顶效果更较好，决定要扩大试办。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嘉义县中坑病院开工了后，已经拢照平常时的安排咧看诊。不过因为要出入病院，当着爱磅体温。嘛有真侪民众甲患者咧表示不满。嘉义县王忠良县长早起嘛去中坑病院视察，详细了解讲，万不利若发生疫情，处理的过程要安怎发落。伊嘛表示，防疫就若像作战，望民众都要尽量斗配合才是。嘉义县中家病院伫过年期间有通报武汉肺炎的疑似病例，不过经过检查了后，确定毋是武汉肺炎。为着要防范可能的疫情，嘉义县政府也来病院视察。大坑医院大概有3例疑似案例，那也是从这个症状及旅游史的条件下，通报。那经过这个检测以后都是排除，所以3例都是阴性。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疫情可以在整个家庭里面就可以被处理掉，不要让它状况离开家里面变成是一种社区的或是社会性的感染。嘉义县的土地真宽，医疗的资源对一寡偏乡来讲真欠缺。为着避免偏乡防疫的宣导造成浪芳，嘉义县卫生局也启动18乡镇的卫生所，全力推广正确的防疫观念。都会有一直不断的一个宣导，连过年也都没有休息。那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都一直有在公布，大家民众还是要有症状的话，你要戴口罩嘛，哈。那还有多洗手。嘉义县中家病院目前是嘉义县一级疫情的主要救治病院，病院内底目前有大约40个负压隔离病床。嘉义县政府表示，防疫就亲像作战，需要民众的配合，才会当防止疫情继续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用过台湾俗语内底嘛真侪。甲医药、甲健康拢有牵连。国情大声要来甲你做伙互相探讨一句话，这是民间人常常伫咧讲，因为过去咱也有辛苦病痛，有迄款的经验，未来咱就晓讲找什么款药，未来咱就会晓讲安怎样来烦恼，安怎样来料理，千万都唔通安怎样呢？唔通讲粒仔健脾就袂记咧疼。用过台湾，就歹认为 SARS。有一寡经验，咱现主时拄着新的条件，咱就晓应用哦。唔通讲吼，过然后就唔知烧，经过去的创伤了后，煞袂记得经验，袂记得伤痕。即句俗语话讲起真好，粒仔健脾就袂记得疼，安尼是真不当。总是辛苦病痛，这解唔好啦。人嘛拢无爱去当着啦，上解好。是当自由自在，尤其咱这老大人，你若身体顾好，比较万贯的家财有影加真好呢。千金的厝摕，咱嘛困一顶眠床；万贯的家财，咱嘛食3顿饭。你讲看有影无？毋则另外台湾一句俗语，原来伫咧讲吼，无咧生疼，较好捌药。这都有影哩。有足侪人吼，头壳疼就抹目白，巴肚疼就抹肚财。若喙齿疼，伊嘛会晓抹会害，啥物款药伊都捌透透。你甲学落伊教，伊会甲你应讲无咧生疼，较好捌药啦。人健康上解要紧啦。有真侪人趁甲万贯的家财，较输讲健康的身体。毋则人俗语嘛一句话咧讲有趁无趁，无论男男女女，身体拢着爱顾好汉。你看有影无？国情甲你开工来到遮，嘛真正诚意要来期待。要来期待讲，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尤其咱遮的老辈，拢总会当骹行手行，用性命。因为骹行手行，咱就毋免互时势操烦。我相信讲，所有做人时势，拢甲国情的共款。你讲望要得白光闪的，迄有限啦。真少讲会去笑讲老爸老母要放偌济互咱啦。咱拢会靠家己出来争，靠家己出来拼。真仰望，就是咱这老辈，咱这时代，你身体顾养，顾骹行手行，养性命，
安尼就是做人事势上界大的满足。啊，台湾嘛同款，台湾规个国家都爱骹行手行，台湾人规个国家都爱愈来愈好。你讲看有影无？实在讲，这2天啊，寒流来到地，咱特别爱加强注意健康。每时的温度上低较无10度，恐惊会连续几落天。尤其云林县的农作物，搁有沿海这养殖业，嘛真足寒流来霜冻。真侪农民甲饲蛤蟆的业者，拢赶紧伫咧加强产业保温的设施。啊，这段期间禽流感的疫情嘛，小上伫咧压。云林县这月已经灭掉8场，拢总99000几只鸡啊了。来到鱼仔场，农民无用放水，搁砍风大。目前云林地区当时早当场的报产期，最近受到寒流的侵袭，夜间的气温无到10度，业者袂用替鱼仔保温防寒，就是惊受到寒害。暗时嘛是要顺才有倒去啊，无你那你一般暗时你会使时来看卖，有时候你若风头有诶，搁掀起过来就是咱就是御寒无势。是，就是你早上起来就用鸟甲你食去。惊受到寒害的，搁有云林沿海的养殖业者，养殖业就讲，混养啊唔惊寒流，毋过窟窿内底混养的沙白鱼可能受到低温的影响转寒害，所以最近嘛拢抽地下水，增加水位保温，较免沙白鱼受到寒害，互混养啊的育生率降低，造成损失。就较袂叮当啊，较袂熟啊，若无用吼，叫款嘛是爱带起啊，加减啊2卖是。拢有啦，菜丁嘞啊！除了农渔业惊受到寒害的损失，根据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统计，云林县自正月初1到今，已经发生8件的禽流感案例。目前来讲的话，一共有8场，那总计扑杀只数在9.9万只。那么相较于去年1月份来讲的话，只有4场1.9万只，在场数以及只数来讲的话，双双上扬。防疫所表示，寒流来袭，早晚温差大，养禽的业者就要注意禽场的保温和通风。若是发现可疑的疫情，就要即时通报。那农业单位嘛呼吁农渔民，拜六温度可能会搁下降，希望农渔业者要做好保温的防寒措施，减少农渔业的寒害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讲，屏东的高树乡，这水源头的保护区的蜜枣采个甜，产量嘛是全台湾第2多。尤其近来农业试验所红山分所研究出来的新品种雪梨，皮薄籽个细粒，甜开中间带淡薄仔酸味，搁较互人欢迎甲懊恼。咱嘛做伙来看芳一下。看过去规片青青青，树仔顶悬那亲像结真侪细粒酸嫩果。不过这是农业试验所高雄红山分所研发的新品种雪梨。即阵当时雪梨的采收期，到家农民行销的农粮署对雪梨的口感有影真有信心。这间雪梨是目前上时行的这间品种，今年刚要上市的而已它皮很薄。那个略带微酸的口感，甜甜酸酸的，所以口感吃起来就有爆浆的口感我想这个价值绝对是会超乎大家想象了酸甜的感觉，互人想起粗软的滋味。屏东高树因为伫咧水源保护区，当地生产的枣仔毋那脆，搁甜，产量搁较是全台湾第2大，也是侪人过年过节送礼的好选择。雪莉的风味目前进入采收期，今嘛就是像以前农民所讲的，就是已经进入架亏了，所以它已经是皮薄肉质纤细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早熟的品种，这雪莉是蛮有优势的，是很强势的。除了雪梨，屏东生产的枣仔品种也个包括珍爱甲珍蜜，采收的时间也拢无同，一直到4月份，农业还阁有枣仔会使收。分散采收的期间，就会使降低大自然的风险，也互爱食枣仔的人会使一路为冬天食到春天。记者综合报道。同款讲种枣，来讲南投德山镇遮有一片热带树丛的园区，到当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尤其遮毋但有真丰富的自然景致，嘛特别举办展览，来了解树林内底形形色色的树材，伫咧咱的生活中，通好安怎样运用？咱也来遮行一撮，知识定着就会增加袂少。导览人员详细解说，游客目真足听，了解这位森林内果子甲精致，亲像澳药、咖啡，毋来当做好食物、做保养品，而且背后无共款的文化甲历史。这拢总伫咧南投德山的下边一带事务园，当咧展览。
里面有些植物，像爱玉啊、咖啡啊、茶，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都会去使用的东西。那除了我们平常会使用之外，竟然有一些文化跟历史，还有一些额外的价值、附属价值。下边热带食物园今日角单已经卖完100档，内底有500多种的食物，是一片正欧的森林，适合大家来这佚佗兼观察生态。当时呢，是由日据时代收集南洋热带的水果或其他的植物，在这里开始栽植。那这几年呢，转型我们收集一些原生的台湾的阔叶树种来进行栽植。那随着100年的即将到来呢，台大森林会举办系列的活动。除了用看的，某各种体验活动，亲像洗蚵油等等，会当实际看森林的物件要安怎运用伫咧生活内底。森林的故事、心事佮趣味，拢总伫咧下边热带食物园。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公园，咱来讲彰化和美的警察分局顶日捌举办测速认养甲环境美化的比赛。分局内底单位各展新通，经过苦心改造，本地旧便所逐间嘛拢变甲新点点。彰化县和美警察分局为着要改善便所的环境，特别举办认养便所和美化比赛。这届总共有10个单位参与这个活动，看得出来参赛者用心的设计。本次的活动是由本分局的大楼内的10个内外勤单位来共同参与，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达到环境维护、提升厕所空间品质。加入去摕到冠军的男性洗面巾，壁顶面不只有大纸，也有西薯配古典美龄图，另外嘛种实件的肉食食物，让人感觉是真心色。那原本呢，我们2楼厕所呢是很单调的。那我们同仁这次设计的就是让我们同仁进去这个厕所觉得有一点温馨的感觉。我们有放置几盆这个目前很夯的多肉植物，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其他的洗面巾嘛有特别的布置，有鸡龟啊、鱼肚啊，还有螺仔壳。让人使用厕所的时阵，看到嘛真清新。上特别的是放时钟，提醒警察出勤的时间。这次改造活动，我发现厕所内有很多疗愈小物，让整个人上厕所心情都愉悦了起来。这届比赛除了改变大家对便所的固定印象嘛，看到警察侪的创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美国的海关甲固守边境的官员，正月28宣布讲。因伫咧去年8月，有查到一条超过1公里长、墨西哥通去到加州圣地亚哥走私毒品的地道。自2016年到今，美国的当局已经查到10多条这款地下通道，这条的规模是打破过去的纪录。美国海关加边境保卫局28伫咧南加州圣地亚哥对外公布这条通往墨西哥提华纳市长途创下新纪录的走私地道。地道的入口是伫咧提华纳的一个工业园区，平均的深度是地下21公尺，地道宽差不多1.67公尺，宽0.6公尺。内面也有配备电梯、铁轨路、复杂的排水加通风系统，也有高压电线。这个案件并无查到毒品或者是逮捕的行动，当局也无说明幕后的嫌犯是啥人。也毋过案发地点正拄好是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地盘。也就是目前伫咧美国刚刚服刑，外号叫做 AR9的毒枭古兹曼。And we know that methamphetamine is still a major killer in our area of the countr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o yeah, I have no doubt that if drugs were smuggled in this tunnel, that it was heroin laced with fentanyl. I would. That's a 99 percentile answer on that. 美国当局是伫咧去年8月查到这条。长有14个骹球长这么长的边境走私地道，按照联邦法律的规定，发现了后，美国领土的部分就要用空鼓力来封起来。也就是讲，这不是进前所查到的地道所拓展出来。自2006年开始，当局就已经查到10几条这种的走私地道。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职业篮球 NBA 出名的选手 Kobe Bryant， 顶日坐直升机不幸失事。但伊的看守嘛，伫咧网络打出规家口的相片，讲要感谢大众的支持。美国各界嘛拢有表示来怀念这个篮球界的传奇人物。太阳甲独行侠的比赛，两队跳球了拢无进攻，和24秒的进攻时间行煞，向8穿24号球衫湖人队的传奇球星布莱恩致敬。
在涉及意外了后，几多场 NBA 例行赛拢举行赛前仪式来怀念布莱恩。布莱恩的看手凡妮莎离告伫咧 IG 传了一张规家伙的相片，也发表声明感谢各界最近的爱心加支持。有真侪湖人的球迷伫咧主场水潭坡中心的外口，在火加叫金色的玫瑰，纪念永远的老大。Like all the Laker fans here, like they love Kobe. It's like with the same, like me and my friend, we love Kobe, and we came here to support, like care for everyone. Like I know how everyone feels right now. 时代杂志也伫咧旁边放一张布莱恩的黑白相片来纪念。相片内面，布莱恩穿湖人的24号球衫，带头行礼，倒手放伫咧腰后壁，正手摸篮球。伫好莱坞的中国演艺星光大道顶头，布莱恩是第一位伫咧遮留卡印手印的运动员，真侪球迷来遮怀念伊。意外发生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小组调查搜证，而讲找到所有的大体。也已经对指纹辨识出布莱恩的身份。The descent rate for the helicopter was over 2,000 feet a minute. So we know that this was a high energy impact crash. And the helicopter was in a descending left bank. 虽然有媒体讲飞行员受到雾雾的影响，看袂清楚才造成意外。不过，直升机公司讲，飞行员有超过10年的经验，飞行的时速也超过8000点钟久。相关单位也正伫咧调查失事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荷兰的国会郁金香，当年的花期拢是按新历正月开始。近来伫咧因的首都举办的庆祝活动，嘛开放民众入去花埕，大家自由办郁金香。伫这个广场，采办各种色水的郁金香，一样披着花芳。尤其大家摸着纸袋啊，伫咧花海内面经家己介意的郁金香。这么，伊个荷兰也迎接因的国会郁金香的季节，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变的国家郁金香日，受到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特别办活动，伫2500平方公尺的空间，采20万蕊的郁金香，互民众免费家己种。Het was veel mooi hier. Yeah, for mine is the eerste keer, and it is veel mooi. Yeah. I came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and also my family, just for this event, for this National Tulip Days, the starting season of the tulip season. 现场也有专业人员协助民众安怎种花，也有教大家安怎照顾这寡花。伫咧西欧的荷兰是目前全世界上大郁金香产地，每一季当地花农拢会培育出17到21株的郁金香，输出到全世界100外个国家。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北欧的国家丹麦，伫遐读大学毋若免学费，一礼拜若甲学校斗做11点钟的佚头，一月里就通可领到750欧洲票的津贴。当到连欧盟别国的学生嘛，拢要去丹麦读大学。有诶，阁打算出国了后，要继续留踮遐做工课，因为丹麦社会福利政策确实是真好。伫哥本哈根世界港技术学院学校内，学生分组伫咧讨论功课。对英国伯明翰来的桑德兰也同款，伊伫遮主修资讯甲经济。除了是看到这间学校有甲产业连接的优势，会离开家己的国家来遮读书，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I wasn't really too set on paying £9,000 a year in the UK, which I don't think many students are. 桑德兰甲丹麦学生同款，毋但是读大学免费，每个月也个人领政府发的750欧元学生津贴，条件是一礼拜要做11点钟的工作。桑德兰找了酒吧的工作，每个月扣税了会当赚1400欧元，虽然要扣38%的税，不过收入加起来已经有法度互伊经济独立，互伊伫咧英国的朋友真新鲜。丹麦实施大学免费已经超过半世纪，2013年开始，欧盟国家学生也能享受这项福利。最近这项政策互学校真困扰。It has been a political subject since a few years. Actually, in 2017, KEA had to put a ceiling on top of the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that they could accept. And we actually had to cut 25% of the intake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that's simply because they say all of a sudden we will lack money to pay for the education of our own Danish students.
不过，真侪后面学生拢讲，无学费加学贷压力，会感觉家己加真幸福。Definitely, this creates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which increases or at least contributes to the happiness of people. 丹麦幸福指数伫咧全世界一直拢排伫咧前几名，来遮读大学嘅外国学生感受上深，像桑德兰就决定毕业了要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寒流占北京气象的温度，咱看好真。北部10度到17度，中部12度到21度，南部16度到22度，东部14度到19度，金马平湖11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